都给我住手！你是何人啊？在下本县代理驿丞杨林。驿丞大人，这些兵要我开仓放粮，说不过就抢。本将军率兵连夜驰援，救了乌名驿上万百姓的性命，如今却要我们饿着肚子，岂有此理！将军莫急，卑职这就差人放粮。开仓！啊，大人，这粮不能擅自分给他们呀，他们可是备军。我知道他们是备军，你二人维护本朝祖制，恪尽职守，不错。但是啊，在乌名驿岌岌可危的时候，是援军赶跑了莽军，保住了全城父老的性命。如果不是因为援军，这些粮食不早就归了莽军了？眼下将这些粮食拿出来分给毕都司，难道有错？今日开仓预付粮草，我杨林一人承担所有责任，和守仓衙役和毕都司全无干系。好，我毕春亦向上人头担保，待我军军粮运到，全部归还司库，颗粒不欠。开门。进。